这都晒太阳，它都黄了，快黄了。小心不要跌倒哈。不会的。哇，黄了，黄了，你看看黄了。对，这颗啊。就在树上黄的。在树上。哦，这颗最漂亮。睇嚟旋風村行到山度，日經嘅叫叫，高高掉啲樹檔，就像就飽滿。你唔是一跪乾落來，你哪安尼乾？哦，太重哈！我較長的嘛，上頂頭啊，咁才較乾。很重很長很重。沒啊，哦，太重。屁股滴到都黑掉。沒有。係啊，這個叫叫人袂污污啊。像啲水果哈，香蕉都是自己栽種的，哎啊，有機的我們都是，廚餘去當肥料而已，哎啊，種出來的香蕉又肥又大。不過，聽到香蕉是唔係話哪類專做果子食的？香蕉往里切細細地，嗰加米泡、湯、辣椒攪潤，也都係為哪類做果子豆腐之介。往里要現炸的哈，新鮮的啦，哈啊那種呢，哈莫種的水，香蕉哈會較旺嘅，長得香。因為係鳳林界果子鋪工作坊，民國94年，巴黎人政府給盤價轉辦評鑑。過後出新啲嘅挑戰落法小鋪，主辦人共同建議，果子鋪工作坊出係其中之一。我哋有一個產銷班哈，係水果產銷班，因為他們有過剩的水果啊哈，我哋就做研發出來做一張水果書啊，最開始的時候是做一個水果書，後來才慢慢的第2年、第3年，他們又如果發展一張係豆腐機啊。盡量用安尼採提的啊，本採提的有一點經濟的收益啊。過來一點這樣。嘿嘿嘿嘿嘿。果子豆腐機談起來有啲個本人想唔到，也是係亞區阿婆用心研發出來嘅，就連豆腐都係貼片搶人做。我係人做專門做豆腐嘅哈，啊。個豆腐會做較硬嘅，莫按水嘅，嘿，啊那種呢哈，你切角啊哈，切好就係滷染好哈，就那來曬過啊，就那來用脆，因為哈，我們這樣的時間都要有4個月，啊你太軟的話哈，它會糊掉，不會整塊，嘿，它唔會按貴地啦。安嘛較 Q 啦。日餐料、日餐豆腐、日餐料、日餐豆腐，凡是將嘅個後，本果子嘅香做得入味，食落就會凍咁甜。營養長做100年，治療嘅時節長做得。嘿，秋分遷哈，長做得做，過後都做唔得做嘞。天氣哈不穩定啦，有嗎？有颱風季節啦，啊係西北雨啊哈，你曬豆腐哈，天就做唔得倒到水啊。不過本人想唔到嘅係鳳林人拿起來個小螃蟹。饅頭夾豆腐乳，吐司夾豆腐乳、苞米辣椒都可以。夏天的客家人吼，就先頭弄成間豆腐乳吼，都啊胖啊吼，高啊樣子啦，就是很對味啊。因為像他食該其他的西式的，就好像沒有那麼習慣。客家人不就比較喜歡吃豆腐乳啊。小食群啊，也蛋糕還有鳳梨店呢，唔單止係豆腐機，工作坊展開始創業嘅世界，做嘅果子酥，咪係都受大家懊惱。就弄一個洞，裝一隻貨，兩壓冰落去，用樹嘅虎殼攞佢包起來。工作坊嘅辦人2023，平均年齡是50歲，有等於就其他透露，下年時節將來退休。
就早餐店啊，哈，就水电行啊，哈，啊就会是都该做会计小姐啊，哈，啊就会杂货店，乜嘅拢有啊。民主黨係家庭主婦，也係最近享福地步下土孫呢。家業工作坊唔單搶本幾條增加收入，咪本幾條還能做慈善，是讓還能發力。啊，你好冇有買過姜排成冇？排成。嘿，唔會啦，你啊行出去就較唔會，對，較唔會面風風安尼啦。安尼做行業啊，就空都不靠行啊，就是土生人呢，小個生人誰土生人呢啊，然後做家事，哎呀話冇行出來啊，啊你又參加農會啊，只有行出來睇家人都按熟事安尼。不會說常在家啊，我都不卡，空都不卡啊，變啊，冇嘢好講話啊，大家姊妹吼共下，然後自動老年那樣啦，嘿，就是互相交流啊，都不會覺得說我們已經都很老了。現在嘛，聽得那呢走吼嘛，一辛苦，我你啊就是說，已經轉型了哈，就說不一定這個就一隻第二專長哈，做得去賺錢那呢啦，不這個可以自主。農村婦人家變做生產者嘅角色，為農村每為自家從草下到嘅經濟收入。第二位係係個雜鋪交流感情嘅素材，行出家庭學習慎重，未可能做自己，本工作坊變做正經嘅落發小鋪。